叫陈南家，来自于热巴之谷，创造这项美丽的中国冰心。今天我朗读的题目是“我爱我的母亲”。每个人都有着一个深爱你的人，我和你最爱的人，而我最爱的是我的母亲，妈妈，是一个多么神圣的名字。妈妈，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都有人轻轻呼喊着这个字眼。妈妈的爱就如同天上的星星那样耀眼，妈妈的爱就如同阳光那样温暖，妈妈的爱就如同水那样洁净。有人把妈妈比作桥，让我们通向人生的彼岸。有人把妈妈比作蜡烛，燃烧做照亮的女。但是我认为妈妈就是妈妈，妈妈的爱是独一无二的，是任何事物都无法比喻的。妈妈是最爱的人。我有一个伟大的母亲，她有着一张漂亮的面孔，或许对别人而言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，但在我心里永远是最美的妈妈。你对我们子女们付出过的一切，我们深感体会多么不容易。感谢母亲的养育之恩，我一定好好努力，让你过得更快乐、更幸福。妈妈，虽然由于环境我曾没能接触到语文学习，但仅凭这个不能完全否定一个人的才能。更何况我现在可以把握这机会好好学习，提升自我语文基础，同时提高藏文和绘画水平。我的朗读完毕，谢谢大家。